可能你會問，咁禮如何喺日常生活度實踐呢？正所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我哋做每件事之前都諗一諗，睇下嗰件事你自己會唔會想人咁對你。如果你唔想嘅話，就唔好對住人哋咁做。我哋多啲為身邊嘅人着想，先諗下別人嘅感受，再決定做唔做嗰件事。我哋都要尊重人哋同自己嘅不同。例如好似去到其他國家咁，無論文化同禮儀，每個地方都一定有啲唔同嘅。咁我哋去到嗰個地方就要入鄉隨俗，去尊重其他人，去跟隨佢哋嘅習俗，唔可以一直留住自己嘅習俗，而唔去跟隨人哋其他人嘅習俗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做啲簡單嘅嘢，好似對住識嘅人打招呼，例如點下頭、揮下手、講句早晨咁，已經好夠嘅啦。同時我哋都要多禮讓，即係去到巴士嗰陣就要禮讓給嗰啲有需要嘅人士。同人爭拗嗰陣，我哋可以諗下人哋嘅感受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可以主動讓步，咁令到呢個對話就結束咗啦。